大家问千万字，大家要跟大家做伙来捌一日。今仔日是西洋情人节，有爱人的人欢喜过节，若是互爱人放肆的人，古早讲失恋爱食金蕉皮，代表心肝头足艰苦。今仔日要甲大家小解这一日，就是凤，读第三条。读凤这是读文音，发出、释出，咱讲开放放送。若凊彩无啥要紧，咱讲放动，免烦恼，就是叫人放心。若是不爱做，就是放弃。互物件变大，咱讲放大。若白音读做放，就是放肆的放。像咱讲放贴啊、放尿，留物件互人，咱讲放财产。若是等下无咧管，咱讲是放咧。无爱，咱就讲放杀。解除束缚，咱讲甲物件放出来。若借钱互人收利息，咱讲是放利息。心情消透，意思就是放互轻松。点火互倒，咱讲是放火。带大家做伙来小解这两个词。头一个咱做伙来看到，同款的三字有两个音，真趣味、真深色，读做放。这个意思就是结外挂，也就是无啥要紧的形。第二个词读做放动来，也就是借钱互人利息收真悬。咱用一句话来举例，甲这两个词甲做伙。譬如讲，社会新闻报道警察抓到一个地下钱庄，伫咧放动内，拢已经互警察抓到，也搁放，敢若无啥要紧的款，互人看了到底实在害头。今仔日小解这一日读做放，这是文音；另外白音读做放，提供互观众朋友来参考。